小朋友，我是佳佳姐姐。今天呢，我要老太家教下来冲冲跳跳。今日我要跳哪首歌曲呢？就是呀，爱冲歌，爱唱歌。那等等呢，要跟着我一起唱唱跳跳，一起跳下来冲冲跳跳哦，看看谁最大声，加油哦！先生高矮哆瑞咪，先生高矮哆瑞咪。唱歌游戏真神奇，唱歌游戏真神奇，好搞秋秋游乐题，好搞秋秋游乐题。哇，小朋友，你都表现的都很棒哦。那现在呢，就跟着我们 Q 哈雷冲冲跳跳喽！